对于台东市区行197沿途上山，是为10分钟，如果都会派300人公车的比南乡富岩社区，这家的风景归那我天时好，还看得到火烧岛同蓝屿。富岩的楼梯面按到火炭油，上座山顶一块路是向西苏拿，清早的一面路下来一家的小火炭呢，里面悄悄变做起落。后来一个产业又因转变，大家种香茅、甘蔗、畜养的也多。民国780年嘅下，居民有93个家露体休养的，一直到山顶用的过好色的西亚番婆树沿到片的休养的产业日渐日没落，居民也一沙沙晒出去。为受到侵占头摆嘅风化，居民开始为社区寻新的出路。伊能去调查发现的采地丰富的生态资源，还够利用一个利基奥体的匹配性，转型发展休闲农业同生态观光。同时，佢促进呢争取环境教育重获认证，规划们未来也希望同家乡嘅后生人前多进来。一条剪刀去艺术最档，呈现出立体的工人，半面头前也贴别个体质景观，看起来很难做法。远古时代啊，那个菲律宾海板块啊，然后挤压啊，那个造山运动跟那个欧亚大陆板块挤压啊，形成浮上来的。世界间日子本人有机会看到了千万年前深度伟大的历史，也会系推动理嘅学题，系内啱老人设置做事呢。体质学家很记做理嘅分通称，冷天天时造冷。冇看到全部嘅素材，还未记住车拍摄的让结晶。下雨天的时候，表层那一层风化作用就会流失，啊，那就会形成自然的那个雨石沟跟雨石谷。那因为在这个地形上，啊，因为长期都是表面那一层比较肥沃的土壤就流失，所以说。不利于农作物生长，那学者又把它称作恶地。大自然界的头不能都想唔到，冇看到全部嘅体系，就是一种风凉之美。还那处理了奥体档，就是张充满故事嘅钟头。比南乡富岩村废柴回来上马最南片。来到状态最高的素材，360图嘅山回每景都看得到。我们往北边看的话，可以看到都兰山；往西边的话，有我们的小黄山，还有我们中央山脉。那南边的话，就是我们台东市的夜景，很漂亮。那东边的话，就有我们的太平洋，还有都兰湾，还有绿岛，还有甚至可以看到兰屿。富岩村楼梯面按照火炭绕。因为早期山顶做下嘅休息树岩石那，最早嘅人民就系来俩烧火炭嘅。那个一个阿伯日本时代清末特殊，都被日本政府派到台东来做嘅粮食局嘅上班。廖坤转去苗栗伊都讲哇，我带你去台东，嘅龟山咧佢无人开发过的啦，有得发几百年的都有，其他都有其他，都就用到神落地生根啦，都台下都开始做火炭业啦，都开始烧火炭。全新法讲，家了时认为战争火炭价事情好，冇几久就传嚟当到钱，如今为冇人开钱，难用当配，老主公第3档10天休息未当好，所以就唔走咧。中头未开始新鲜，不过台内休息树都要站强强，烧火炭嘅好工具是维持2年天，后来村民就稳种香茅，还后就系种甘蔗卖半推头。那因为糖厂已经关门之后，那这边的产业就比较没落。那刚刚也有提到银河湾啊，那因为甘蔗已经没有生产之后，那整个富源丘陵又算干旱所以它就长很多这个银河湾。那银河湾生长之后，
居民就试着放养那个养殖。虽然番泡树做的体育中的丰富自然，不牛只还那配还那嫩，下福建村体力还高，主动通风，中的还唔会薄平的。不能人蜕变呢，村民就求上以上都求中的，系推翻求咗3年，未土最高嘅所在。离东海岸、离个太平洋无医院，所以个海风吹过来，那个说的草的啦，木草呀的作物，全部有个人做咸味，用的一定会是盐，也是臭的东西侵犯脏器，所以也其实要按适合讲休养的就会有的原因，因为伊个毛片较少。民国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富源社区的羊肉炉是举世闻名的座无虚席。那因为后来我们这个银耳湾染上牧师之后所以使得这个养羊的行业也渐渐的没落，变成这边的人口就慢慢的往外流。福建村人口最多嘅世界就1903，两下市中203大地俩，其中嘅每市中15户田。福建村面积就只1400公顷安法，系单价人户嘅状态。村民讲嘅隔壁丽沙，唔系伫2公里安然嘅所在，却伫对面山东党。經過安多改變，何講佢冇睇咧，鬧日嘅天氣未冇咧。不過喺中年中頭嘅見面，冇人會按樣表態。佢哋開始會殺氣潛先出路，喺那啲特別嘅奧體景觀，就係東夏人嘅觀光景點。那目前台灣就只有燕巢跟富源這邊，是泥眼地質。像現在林務局也在推動這邊作為國家地質公園。其實這是一個國際型的一個地標，然後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地質景觀，那也算社區的一個公共財。那我們當然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地方這樣的地景呢，來發展社區的一些觀光產業。所以2年前，村民開始做自然老生態調查，想要清出自家嘅讓面老資源。一點烏湯啊！一點烏湯，不止哦。邊管呢風水好。烏湯可能有1-20標。行業生態葡萄調教上幾經久，容易負責協調，容易負責交流。應該底下做一個修，介厲害！我這個皮啊，我都做一個修啊。是啊，後來就安尼擺檔，安尼當秋千安尼。農忙之餘的話，都會來這邊做生態調查。那有發現很多那個生態啦。那植物方面的話，有比較特殊的話，就是咬人果、姑婆魚啊，等等鳥類的部分的話，就有蠻特別的，就是有保育的，就是豬鯉。去年發現用野雞保育類動物鳳頭蒼蠅在樹當作掉鋪子，為到記錄了難得的生態，林永清和時的20萬元買翕相的加拉佛，10年翕的30萬張相片。我們有裝那個縮時攝影拍攝它的那個捕魚過程，發現說，它不會說完全是抓小雞，它也會抓攀木蜥蜴。還有石龍子還有其他鳥類的小鳥。不過，透過鳳頭蒼蠅是係村民講嘅回調，成為老基土司。學界業係福建經濟產值最高嘅行業，貴重頭就20萬隻價格。不過，鳳頭蒼蠅為調解之類時，重新改農水師，所以改農鬧錢渣。所以說過去我們沒有這個保育的觀念，我們是會把它毒死。後來那個林務局輔導我們做社區林業調查，知道說這是保育類的動物。那我們在調查、在拍攝它的那個記錄的時候，就發覺說，如果說
把母鸟毒死了，那个幼鸟就会饿死。生态之变，老切早界变做宝贝。今年开始老大自然扶贫共处，还那生态调查嘅目的，主方面为提升学术研究，未为发展生态立足打好基础。这叶啊看偌济哈，这就是台东漆树。这甲迄山啊叶要甲伊共，这有毒。这只吼有迄延伸种骨力长，包括迄边的山头遐哈。咱就安尼看过遐，有叶啊看过迄嘛是。年头前也得抢救救，演示嘅葡萄，就连冇开发嘅淳朴之美，美容人丰富嘅动物生态。即摆有听声咧，喊迄就是朱梨。朱梨。即摆这，朱梨就是红红乌乌嘿。朱梨介水呢。介水啊。很漂亮，一路上有一些原生植物，那个都从我们来接手开垦到现在为主的那个原始面貌。鸟类来讲，经过调查有40几种。这边我之前是骑单车跟骑摩托车各上来过一次。如果没有透过当地解说协会或者是所有专人介绍，山里面我可能就迷路了。不过经过刚才这样一路走下来，发现了蛮多的原生物种。我觉得导览是一定必要的，然后就会让它增加很多故事性哈，然后它就更有那个文化层次，然后会觉得说好像更贴近这个大自然。这边其实除了景观跟生态步道之外呢，其实这边的人还有很多的文化故事。那这些文化故事，我们可以透过故事行销的方式，让游客来到这边来体验这边的历史、人情、文化。看到负面的发展性，推动大學學者被落嚟社區，用本身的專業來提升大量社區。我們是希望說，能夠透過我們的力氣，幫復原這個地方挖掘出一些亮點，或者說稍微包裝一下，然後再透過一些行銷的手法，那在這邊可以發展一種在地旅遊啊，一種深度旅遊的一種新的產業出來。在這個很艱難的情況之下，我們一直希望有很多的產業我們來把它帶動上來，然後讓遊客可以加深這裡的印象，也讓我們的那個村民社區的村民有一個更高的收入。目前來講的話，我們社區最主要是有楊梅，還有紫鑽牛奶果。鳳英本身除咗熱上容美，所體驗帶出嘅牛奶果，未當適合兩位嘅氣候環境。係那口邊風嘅人呢，處地景觀偏推順，專為係50,000嘅景點，大張嘢都寫5000人次嘅觀光客。不過，運用嘅結合各種產業，留係以後地點消費，係提價上下來會面對嘅重要問題。比如說楊梅，比如說香茅，又比如說養雞。他們可以來這邊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後把許多的不同的面向的東西結合在一起。遊客來到這邊可能可以過2天，可以過3天。那另外一點呢，就是我說它其實交通可及性很好，很快就上來了。但是很快就上來並不表示他們很快就應該要離開。我們要想辦法把人留在復原，在這邊消費。那這才是屬於在地人的在地產業。哎，頭呀土生土長都也60多年的所以講。建立個態度，希望講能夠本較後生的人轉來呀故鄉，也是在人口真的挺悲哀啦全部是落魄的頭呀。以下社區動動促進地嘅宣強環境購入充分認證，對人生態觀光發展，建築鋪帶土周邊產業升級，未透過推動大學嘅葡萄，提升負面行出一條新嘅路，本負面兩隻奧體紅嘅狀態，簽準頭擺嘅攻擊，未背後生意看到轉到故鄉發展嘅希望。